第四章，此后我观看，看见天顶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亲像奔波的声音，对我讲：你上到我遮来，我要将以后得较正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互圣灵感动，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伫天顶，阁有一位坐伫宝座顶。看迄个坐地，亲像碧玉甲红宝石，阁亲像轻围着宝座，亲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，阁有24个座位，迄顶面坐地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衫，头顶戴金的冠冕，有闪电、声音、雷吼对宝座中发出，阁有7盏火灯伫宝座前点着，这7灯就是上帝的7灵。宝座前亲像一个玻璃海，亲像水晶。宝座中甲宝座周围有4个画面，前后变体拢满了目睭。第一个画面亲像狮，第二个亲像牛仔，第三个的面亲像人，第四个亲像飞鹰。4画面各有6个视角，变体内外拢满了目睭。因日眠无停地讲：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！主上帝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逐摆拄着4画面，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予迄个坐伫宝座顶、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阵，迄24位长老就拍伫坐宝座的面前，敬拜迄个活到永永远远的，搁将因的冠冕下伫宝座前，讲：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，因为你创造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受创造来有的。